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是请咱做伙来吟诗而乐上帝，圣诗第148首，而乐荣光尊贵甲权势，请起立来吟。
请坐，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的阿爸爸上帝，阮众人聚集伫遮，做伙来向上帝唱新的歌。阮来感谢阿乐你的名，感谢你救赎阮脱离罪恶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通成做你的囝儿。愿阮今早起的学乐甲敬拜，成做芳芳的祭，得到你的感纳。主啊，阮感谢你，引带阮进入你永远的国度。你将台湾赏赐阮众人，成做阮的故乡。台湾这块土地，亲像老母，甲阮揽条条，养饲疼惜阮。阮要自我反省的。是阮兼有将这个土地好好来开垦、保守、来建设，互台湾会通坚定徛在，起造台湾成做一个新佮独立的国家。更较重要的是要将全台湾的人引带进入主你的国度，将台湾转变成做一个见证上帝国荣光的岛屿。主啊，检查台湾人是因为贪恋世间上的荣华富贵，行了成做上帝荣耀的子民，会因为安尼来失去物质上的福分。愿恳求主，你来开启众人的眼界，因为世上一切拢掌握伫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愿只有真真正正认捌救主耶稣基督。悔改认罪，进入你永远的国度，愿会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
阮就讲是趁着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哪有啥物利益呢？点知台湾人是因为久久住伫黑暗的世界，所以惊吓，毋敢脱离鬼神的捆绑。愿主，你扩展阮的境界，互阮看见上帝个荣耀。你是真光，光一个照来到黑暗的世界，黑暗就失去伊的权柄。伫光照的下面，黑暗就完全无法度存在。愿既然是主你所敬调，正做君王甲祭司的身份，阮就无过复到黑暗的境界。阮乃是光明的囝儿，阮要勇敢宣告：主你荣耀的国度，搁一摆掌权，将你的光明遍照伫台湾每一个角落，开启每一个台湾人的眼界，勇敢悔改认罪，反转台湾，成做一个光明的国度。主啊，现在台湾咧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的时，全世界各国的人来到阮的中间，全世界也拢咧注视看台湾的事。阮教会也有侪人参与第2天的行伍，是要见证主你的疼。求你亲身坚固因所做的工。阮也要好款待人，恳求主，你伫这个时刻特别保守，阮正人伫你光照的下面，用好来款待歹的，用疼心来回报万幸。想使阮正人有疼甲仁慈，有喜乐甲平安，有吞稳甲稳定，有善良甲信心。满有圣神的同在，正做你光明的囝儿，创造伫地面，亲像伫天的上帝国。愿今早起圣乐主日，愿主你接纳阮正百姓所献上一切娱乐，阮用琴、用腊八、用各种的乐器、用歌声来娱乐主你的名。阮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娱乐入你的院。阮要感谢娱乐你的名。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做伙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念到，你的旨意行，伫地像伫天。阮的日时得了阮，赦免阮的过负，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无去传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万年、荣光拢是你所有，拜来我主。阿门。启文第5篇，伫圣诗后面第6页。启文第5篇，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情遍伫天下，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踅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交整，
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气。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最最好金更较羡慕。可你的奴仆对这个受警戒，之最未知伊的失策啊！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继续来吟诗，阿乐上帝圣诗第173首，上帝即时临在。第173首，请起立来吟。请坐。今早起的赞美要请联合诗班甲节庆的乐团联合来赞美，
伊要吟的诗歌有3首，第一首是俄勒诗曲、喜乐诗曲，第二首就用心来听，第3首哦，听痛极深的耶稣。亲爱的兄弟姊妹，感谢上帝，互咱会当过一摆组织做伙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圣诞主日，阮要做伙用3首歌来献上阮的乌老。我的心神啊，你着乌老耶和华。我也我的时，要唱歌乌老我的上帝，要弹琴跳舞来乌老伊。愿天欢喜，地快乐。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出乌老的声；愿田园甲树林，拢出欢喜的声。这是欢喜的时，这是乌老的时。上帝啊，愿乌老的声，求你感纳。
心来听，天父一声一声咧叫咱的名，叫咱倒转伫伊疼的厝，着用心来听。耶稣咧叫，咱是伊草场的羊，咱认白好牧者的声音，着用心来听。圣神迄个轻轻的声咧提醒咱，摒空咱每一个人的心，伊要入去，甲咱伫地。主啊，请讲，阮点点安静来听。主耶稣啊，你的疼痛有偌深，疼到为阮来出世伫马槽里。主耶稣啊，你的疼痛有偌快，疼到为阮来死伫十字架顶。主啊，你的疼痛亲像关山，关过上悬的山岭。主啊，你的疼痛亲像大海，深过上深的洋海。愿阮用心神来体会，用一世人来报答主的疼痛。Oh
请咱做伙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2节，第9节到第10节。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哈纳祈祷讲：我的心因为耶和华来快乐，我的角因为耶和华来牙悬。我对你敢讲大话，因为我为着你的拯救来欢喜。无有圣个，亲像耶和华，你以外无别个，也无招盘，亲像咱的上帝。请咱看第9节，伊要保守伊圣个下骹，互歹人伫黑暗中静静，因为人我靠气力袂会较赢，甲耶和华相争个，要受拍碎，伊要对天用雷拍伊。耶和华要审判地极头，赏赐气力，互伊的王举起伊受抹油的角。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明白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早起是圣乐主日，这是要请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来传讲信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圣乐主日，所以咱们做伙透过圣经来明白圣乐对于教会敬拜的重要性。明天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个组织阮来到你的面前，也要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更新改变阮的意念。愿恳求主，你即时找见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理解你的话，也会当伫圣神的帮助下面，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耀你的名。愿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是咱的圣乐主日，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咱首先先来看圣乐到底是啥物？较业余来讲，咱较业余的理解就是，圣乐是指伫教会中间敬拜的时阵所用的音乐，就是咱敬拜的时阵所用的音乐。但是咱较扩大伊的意义来理解，圣乐就是讲，既然一切当激发咱人条件上帝亲近上帝、敬拜上帝的音乐。就是咱日常生活中间灵修的时阵所吟的诗歌，拢会当称作是圣乐。咱的教会是一个真爱圣乐的教会，也真重视圣乐的教会。所以伫咱教会组织中间有一个圣乐委员会，特别来关心圣乐事工的推展。如果咱来看咱的周报咱会发现讲，咱教会即个圣歌队、诗班，也是讲这音乐服侍团队，实在有够济咱来看，这教会后壁面有圣歌队、有妇女、有男声、有西罗亚、有迦南，有这英文牧区的诗班，阁有青少年诗班。然后服侍团队阁有爱乐管弦乐团、青少年敬拜团、米利安777个立位手中团，有2团所以，咱有真侪只来做音乐服侍团队。那安尼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对圣乐事工的角度来看，安尼咱教会上界重要的诗班是倒一个诗班？唔知大家这敢知？咱看圣乐队坐头前对无伊讲选我但是。我可能参加迦南诗班，我讲无迦南诗班较重要。青少年讲，我们青少年敬拜队较重要。但是牧师要大家讲教会第一个诗班，上界重要的诗班就是你甲我，就是会众的诗班。因为其实咱喺明白圣歌队也是讲诗班，上界主要的存在的目的甲使命就是要帮助
兄弟姊妹用诗歌敬拜上帝。当然有时阵是圣歌队，也是讲诗班来吟这个诗歌，咱对心底甲因做伙吟。所以当圣歌队甲诗班咧献诗的时阵，我毋知大家是安怎，大家是咧欣赏，讲因今日唱了袂歹，迄就是咱真正当心甲因咧敬拜上帝，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这几天我嘛甲咱的音乐总监做伙分享，讲其实教会第一诗班就是会众的诗班，所以爱互会众唱好，佮真诚的性格来迎接上帝，这是咱最要紧的一项工作。所以教会上最重要的第一诗班，就是你甲我组成的会众的诗班。所以咱来用心来学习吟唱圣乐的态度。首先，咱先来看圣乐的重要性。这有一点牧师嘛要佮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其实本来无必要设立圣乐主日啦，因为每一个礼拜拢是圣乐主日。咱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中间，咱拢会用诗歌、用音乐来学到上帝，来表达咱心中的真诚甲诚实。所以每一个礼拜拢应该是圣乐主日。圣经中间嘛安尼讲，诗篇第96篇第1节讲：恁着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对心灵甲诚实，用诗歌表达出来。当咱面对着上帝尊严、威严，甲上帝主爱的时阵，咱发觉讲，敢若用咱的语言真困难，表达咱对上帝的感谢甲懊恼的时阵，咱就唱出诗歌。今日设立这个圣乐主日的目的，就是为着帮助大家更加明白圣乐的重要性，互咱每一个礼拜拢成做圣乐主日。圣乐有真侪无同款的功用，但总是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三项。这三项我是认为非常重要的，咱会当来学习。第一项，咱会当对用圣乐、用诗歌来表露咱对上帝的感谢的心意。今日所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的第2章，但是咱其实应该爱对第1章来看。咱看第1章了，咱较知影为什么第2章这汉娜会来到上帝面前来学讨上帝。因为咱若往头前看第1章的所在，咱就知影汉娜伊是以利加那的某，但是伊生命中间有一个遗憾，就是伊无法度生育。所以伫当时阵伫迄个社会中间，一个妇人若无法度生育迄对伊来讲是一件真艰苦的代志。所以伊一直无法度生育，伊感觉非常非常的艰苦。因为当时阵迄个传宗接代是大家真传统的概念。所以以利加那为着互伊的即个互会当延续落去，所以佫带另外一个某叫做比尼拿。比尼拿伊生替即个以利加那生囝了伊就开始骄傲起来，所以就常常用伊家己有囝，这汉娜无囝这件事来刺激伊。所以这个汉娜就真艰苦，真艰苦咱知影一个妇人人无法度生育，毋是伊的毋对。嘛，毋是伊会当做主决定的代志，但是这件代志却带予汉娜真大真大的痛苦。特别是有一个时间，伊真痛苦，就是以利加那去献祭的时阵献祭回来了有一部分的这个祭米爱分予伊厝内底的人。这比尼那分一份，佫予伊的囝各一份。虽然这以利加那真爱这个汉娜。所以每一遍拢将上好的这肉摕互伊，但是伊摕到这块肉的时候，伊就想着讲，家己无囝，你若通摕一份感觉真艰苦，真伤心。这款的伤心伊讲袂出嘴拄着这款的情景伊无受气讲亲像咱电视剧咧演的安尼大某就欺负小姨毋是安尼，反倒当是将伊的艰苦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伊来到上帝面前
对上帝透露家己的心意，伊求上帝顾念伊的苦情，因为伊相信上帝是听伊祈祷的上帝，所以伊来到上帝面前来讲伊心中的苦情。伊也相信在上帝无恶得成的代志。虽然咱看见到伊伫第一章迄个时阵的祈祷介绍毋是用诗歌的方式表示，但是咱明白有时阵当咱内心艰苦了讲袂出嘴的时阵，咱会用诗歌来代替祈祷。我常常看到真侪人来到教会中间有时阵圣歌队是吟诗目屎就流落来，伊圣歌队咧唱出伊对上帝的懊恼，甚至圣歌队有时吟的诗歌拄去碰到伊的心肝，目屎就淋落来。当然，牧师咧讲道的时阵，有哪有人流目屎毋过是哈戏哈到流目屎因为有时人用讲的较袂感动，用音乐的时阵咱会伫迄个情景下面，激发咱心中的心情所以这诗歌有一款的能力，咱内心艰苦了讲袂出嘴的时阵，用诗歌来代替祈祷。像有时阵牧师心中有艰苦的事，要对上帝祈祷，吟圣诗，吟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我靠你，只有通靠你。将你心中的迄个心情来挖靠上帝。有时惊遐的时阵，咱吟27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遐自在。特别这首诗歌我若吟到其中有一赞你做我天父，我做你的囝。这时阵我就心肝就感觉因为我讲我大家拢知影，我教会就无老爸吟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亲像一个囡仔来到老爸面头前，咧哭赖老爸。所以诗歌表露咱的心，互咱的心得到安慰，勇行起来。咱知马街来到咱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拄到真济的艰难困苦的代志。伊上界艰苦的时候，伊拢吟咱第一场礼拜有吟的这个254首下调我认救主，毋惊见笑，无惊见笑。伊大概拄到艰难困苦的时候，伊拢吟这首诗歌，带教会兄弟姊妹做伙吟这首诗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伊讲伊逐摆吟了得到快乐了，拄到恶担当的事拢得到突破。所以诗歌会带互人安慰，带互人快乐，互咱将咱的心内的心透过圣乐表露出来。这是圣乐的第一项功能。第二个功能，咱会当用圣乐来讹落上帝。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1节甲第2节，汉娜伊得到应允，因为上帝有怜悯伊，后来互伊生一个囝。对这件代志中间，咱嘛当得到真大的感动。一个拄着困难、拄着苦难的妇人人，伊来到上帝面前哭赖祈祷，然后上帝应允伊一个囝，后来这个囝成做以色列人真大的祝福。以色列人会当得到撒母耳这个祭司、这个先知的引带，是因为一个妇人人伊拄着艰苦来到上帝面前哭赖祈祷所产生。所以当伊上帝应允伊了，伊就感谢上帝，伊来到上帝面前，学了上帝讲：我的心因为耶和华来快乐，我的角因为耶和华来压悬。我对得加讲大话，因为我为着你的拯救来欢喜。伊来学了上帝，然后伊学了上帝讲：无有圣者亲像耶和华，你以外无别个，也无有照伴亲像咱的上帝。伊知影上帝是值得伊信靠的照伴，所以伊伫上帝面前来学了伊。
在咱的生命中间去经历着上帝恩典，咱会当用诗歌大声学了上帝奇妙的作为，学了咱的主为着咱成就大的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每一个礼拜进入圣殿的时阵，咱思想着咱伫生活中间，领受上帝遐尼大的恩典。当书会人叫咱起立来吟圣诗的时阵，咱通常第一首圣诗，还是讲第二首圣诗，就是学乐的诗歌。你靠对你的心底大声，将你心中的感谢学乐唱出来，啊，互上帝得到荣耀。这是咱爱学习的。第三项，咱看见着汉娜，伊想唱歌来学乐上帝。伊对上帝讲，伊讲，伊要保守伊圣者的脚，互歹人伫黑暗中静静，因为人倚靠气力袂较赢。甲耶和华相争要受拍喙，伊要对天用雷拍伊。耶和华要审判地的极头，赏赐气力互伊的王，举起伊受抹油的角。所以伊伫遮毋单单学了上帝，伊伫遮咧见证一项事。咱所信仰的上帝是超越苦难，会当帮助任何弱势者打败攻击伊对敌的上帝。所以伊伫遐做一个真水的见证。这种学乐的诗歌才做一种见证，互人会当感动人来信靠上帝。其实咱每一遍参与伫所谓报道会中间，其实真侪报道会讲完的信息真激励人，但是通常是透过诗歌来感动人，软化咱的心，互咱的心柔软，迄个信息就进入咱的生命中间。甚至有的时阵，诗歌就真做活我的见证，来激励咱的生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用圣乐来透露咱的心意，用圣乐来学了上帝，用圣乐来见证上帝的恩典，甲听从。最后一个部分，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因为圣乐是遐尼好、遐尼重要，但是咱伫吟诗也是演奏圣乐的时阵，咱必须要有几项真重要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咱爱心灵诚实表现出来，就是讲咱咧演奏圣乐，也是讲咧演唱圣诗的时阵，咧献诗的时阵，其实是咱对心底将咱的心灵甲诚实透过圣诗来表达出来。因为如果那圣乐是互人透露咱的心意，互人学了上帝，互人见证恩典，安尼圣乐的标准都毋是简单是水尔。换一句话来讲，毋是简单讲咱吟了好听，演奏了真水，安尼就会使。圣乐也是讲教会音乐，应该要有精神美声的内涵，也就是讲应该亲像汉娜对心底将心灵甲诚实对心底唱出来，这是最要紧的一点。所以咱每一遍在吟圣诗的时阵，咱透过圣诗的歌词，将咱心底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学了上帝，来应光上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人，咱会当唱了真水，但是不一定会当感动人。但是如果是真诚真意所吟的诗歌，的确会当感动人，也会当感动上帝。这是第一点，咱来建立的态度。第二项，真重要的态度就是爱敬虔心中。咱咧吟诗的时阵，咱来明白，咱是咧学了上帝，也是讲咧见证上帝的恩典。咱拢爱用这种敬虔心中的态度来使用圣乐。真出名的这个音乐之父巴哈咱看伊这是伊的手稿伊要大概要做曲的时阵，咱知巴哈大概所有的作品，拢是伫教会中间咧使用的圣乐。伊要写这作品之前，伊拢会写两个字，叫做 JJ 写缩写意思就是讲主耶稣帮助我。然后等伊完成这作品了后，咱看伊拢会伫这作品后壁里
写三个字母吼，就是 SDG 吼，这三个字母，这三个字母是表示讲，吼，独独将荣耀归乎上帝，独独将荣耀归乎上帝，吼。啊，这是表示讲，伊伫即个创造圣乐的过程中间，伊求上帝帮助伊。然后，伊完成这个作品，是要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上帝。伊用一种真敬虔慎重的态度来面对圣乐的创造。啊，所以咱咧使用圣乐的时候，也必须要安尼。我记得啊，伫去年我还未来到双林教会，迄阵已经决定要来啊，吼。啊，迄阵我还伫台南。啊，因为咱教会几个兄弟姊妹做伙咧。每一当拢举办即个申幼礼小姐，啊，伊伫即福音歌手伫台湾的巡回演唱会，啊，所以因为因去年有伫即个台南的东门教会举行，啊，所以我就过去斗3工，吼，啊，迄个时阵郭准雄长老，啊，洪德长老甲明源执事拢有去到迄个所在，阮做伙伫遐咧斗3工，吼，咧整理迄个会场，咧设备遐个音响。啊，我看了一部，我真感动吼，就是咧替即圣幼里即姊妹吼，咧抒琴的即个另外一个姊妹吼，伊甲阮做伙伫遐咧涂骹迄个线吼，咧搭迄胶贴布来搭好势，啊咧整理遐音响的时阵，整理了吼，伊就要去弹琴吼，啊要来迄个舞宴吼，即个演唱会吼，见证会，啊伊要弹琴进前吼，我看伊用伊手筋啊吼，但伊手安尼一直切到清气啊，因为伊头去甲阮伫遐咧做伙咧设备遐音乐音响吼，啊伊惊讲伊手会垃圾，啊要去弹琴，伊就来切到足清气，然后较去摸迄台琴吼，啊这互我看了一个服侍者的态度啦，吼，迄台琴甲伊迄嘛毋是伊的琴嘛，吼，迄是教会的琴，但总是伊感觉讲伊要服侍进前。手垃圾先来处理好清气，我发起着一个敬虔慎重的态度，这是咱咧运用圣乐的时阵爱注意的。我伫遮嘛要甲咱分享，甲咱教会真有关系。吴威廉牧师娘的一个小故事。咱知影吴威廉牧师娘被称作台湾的教会音乐之母，吼。咱台湾的教会吼，即譬如亚洲的教会，有人讲韩国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啊，日本的教会是读圣经的教会，啊，咱台湾的教会被称作是吟诗的教会。啊，为什么咱台湾的教会会当遐尼爱吟诗？就是因为吴威廉牧师娘伊的影响，伊将伊一生贡献予台湾，吼。啊，伊伫北部教会有服侍较久的时间，但是伊伫南部教会嘛有真济的服侍。伊是加拿大人，啊，伊1892年嫁予准备要到台湾服侍的吴威廉牧师。当结婚迄一当的冬天，伊就对吴威廉牧师来到淡水，叫做马介牧师的助手。啊，马介牧师过往了，吴威廉牧师开始。担起这北部宣教的这重担，牧师娘就做伙帮助伊吼。伊历史吼，这边伫这个今仔日的淡江中学遐吼，教遐的男女儿童吼，或者学生音乐有时间赶来咱这个所在，迄个所在古早是台湾新学院吼，大家指导学生练琴甲教会音乐的时间吼，暗时伊也时间拢互遮个。地方教会甲国人吼，为着要将迄个教会音乐落实伫咱即个土地，一尽尽力吼。有一个淡江中学的校长叫做陈树迪牧师，伊咧回忆讲吼，伊过去对练琴的时阵吼，印象中上介深的，伊交代一句话，伊讲吼，伫音乐内底无迄个大乐的代志吼，无大乐即两字啦。无讲迄个差不多，讲我练了差不多安尼会使啊，无即件代志。伊就是真谨慎、真坚持，因为圣乐是要献予上帝，所以咱无可能做较完美，但是爱尽力啊，
这是咱对圣乐的一个真重要的态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咧使用圣乐，咱来到教会咧吟圣诗，咱平常时咧灵修的时阵，咧吟诗歌的时阵，请大家用这种敬虔心中的态度，因为这是要献给上帝。最后一项，牧师嘛要互大家知影，有一件代志更较重要，就是当咱咧吟唱诗歌的时阵，咱是甲教会兄弟姊妹用同心合意的心。彼此相听的心，做伙咧吟。这款的心态超越过技术的锻炼啦。咱需要同心合意，彼此相听。透过这款态度的吟诗，上帝才会感纳。牧师嘛要互大家知影，咱伫圣诗中间吼，咱头前拢有圣诗对无？圣诗中间，毋知大家敢知影有一条诗歌的歌名叫做《相连》。这是317首。咱若看圣诗的诗歌的歌名，要看到，就是你掀开圣诗迄个谱吼，伫左上角遐，吼，遐就是有一个数字对无？数字迄叫做圣诗的韵律啦，吼。下面可能有一撮白话字吼，迄就是圣诗这首诗的歌名。吼，你看317首，顶面是写相连。这是我拄则所讲的吴威廉牧师娘。我玛丽姑娘所写，伊写这首诗歌吼，会当互咱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这首诗歌头起2句讲：你若欠缺真失望，我就尽力来帮衬。这首诗歌是表达伊的信仰理念，也表达咱咧吟圣诗的时阵真重要的一个态度。上帝爱咱彼此相听，互相辅助。亲像一个乐队要演奏了水的音乐，就是爱互相配合。一个诗班要吟诗学了上帝，就爱互相无共款的声部互相配合，爱去听别人的声，然后去配合。然后伫即款相听的内面，才有圣神帮助咱扶持咱，互咱会当将阳光拢归予上帝。所以咱爱常常替咱的教会祈祷。愿上帝互咱成做一个用祈祷诗歌充满伊荣耀圣殿的教会，也愿上帝互咱每一个人都能当伫咱生命中间唱出俄乐的诗歌，来俄乐上帝伫咱中间成就大的事。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透过所读的经文来明表你的心意。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毋干那听你的信息，也透过你圣神的帮助，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煞接要吟的圣诗，是伫总会所编的新的圣诗的563首，美妙音乐，互上帝得荣耀。迄个歌伫周报的壁遮吼，咱注意就是讲，咱第1节、第2节、第5节是会众做吟，第3节请女声来吟。第4节，请男声来吟。咱甲乐团、甲整个的迄个生活队做伙来吟这首诗，请起立。
咱煞接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回应上帝的听。像咱每一个在座中间若有新的来宾，你还未填留名卡，请你填好了，交互收奉献的执事，咱即时三个来奉献。咱起立做奉献的诗来感谢。主啊，你是万所有的上帝，你将恩典白白赏赐予阮，阮也应该回应全心神来报答上帝的听。愿阮所献上的得到主你的感纳，求主加添祝福伫每一位诚心乐意奉献的人的中间。愿来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咱来看招报第6页。本早起是本会所定的圣乐主日，所以咱要感谢联络诗班立委首中团敬拜美团
节庆乐团啊，因为第二场的诗就已经有参与伫即个事奉内底，带领咱用音乐来敬拜而乐，愿上帝纪念祝福因的服侍。相时也要感谢咱的管风琴的演奏魏嘉玲老师，咱永远就是看到这演奏管风琴的老师的背影甲后脑，所以咱毋捌看过伊本身。我请因所有人拢徛起来，咱来鼓掌来甲因鼓励。圣安拜托。本会有长照施工20周年的会顾甲展望，10月28感恩音乐会，请咱来记得来参与。咱有一个 slogan 叫做“因为我们在，爱不曾被遗忘”，这是将来双年教的通关密码。你若袂晓通关密码，你可能无法度进入咱的礼拜堂。因为我们在，爱不曾被遗忘。请咱来看侪青少年牧区的时间佮侪装备的课程，请咱转去吼。尤其今仔日这份招牌一定要早转去，我等下解说啥个早转去吼。咱来看第8伫咱国小组有一寡即个会当申请奖学金的，所以咱家长若有子弟，也是讲你的孙仔，会当来申请即个奖学金，爱把时间来申请吼。请咱先到周报的上尾页，第18页。因为咱有会友有时无方便来礼拜，伊伫厝诶看影音，咱的所有礼拜的过程拢是同步传播，所以你若比如讲你出国，还是讲你著去美国待一段时间，你会当伫即个时间，甲双年教会所有会友做伙敬拜。像今早起第2场的是，我著伫厝，我著看到咱的礼拜，生活伫著坐遮，我著感觉足奇怪。然后就看到讲，应该是蔡某，迄个梁维珍牧师讲到，变蔡某师，我就这怪怪，我等下思维要安怎？换人啊，换人啊，性格才是毋要换，所以这会当帮助咱会当做伙敬拜。所以这个咱的资讯传播委员会，因为有人讲，我来转几波，拢看无，是讲安尼慢40分钟，所以咱有一寡操作的问题。其实咱的资讯传播委员会吼，咱的同工拢足认真、足专业，所以是做了足好。所以如果你若无法度同步传播，你应该问讲，我的电脑出什么问题？我的手机出什么问题？毋问讲双年教会是咧创啥呢？这是足重要的事，工拢做了袂好势，爱自我检讨。所以咱今仔来学习要安怎来参与做伙敬拜。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当通过 YouTube， 你当用拍开 YouTube 来拍开 YouTube 了，有一个 search， 有一个圈圈，你甲点落去，你甲拍双年教会，你就当找到双年教会每一礼拜固定来收看这个礼拜。你若要固定，咱教会嘛是会当甲你传简讯，甲你通知讲，礼拜到啊，所以你要点一个叫 subscribe， 你迄个订阅变做会员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你通通过这个 Line， 咱每一个人拢用 Line 所以 Line 你若无用 Line， 表示讲你年岁比我较大啦。所以你要收看这个咱的礼拜，你用 Line， 然后你Line， 你讲哇，这是要哪去找？因为咱足侪点的，你点戆去啊你用你的手机的 QR code， 咱这个周报内面顶有 QR code， 你甲点起来，就当进入了，同款你会当下载第三个方法，你若无 Line， 嘛无 YouTube， 足简单，你用 Google， 你就是搜寻引擎，甲拍开，拍双年教会，然后双年教会咱有一个网站，你就甲拍开讲。
影音专区啊，零距离直播啊，你嘛当收看到，所以足侪管道会当收看这个同步转播，这是足重要，因为你伫世界各角落，你会等于讲，你不管任何时间，你无法度来到礼拜堂，甲咱做敬拜。你嘛会当伫即个影音系统内底，甲咱做伙敬拜。上重要是敬拜说，咱嘛会当通过网络来奉献，做伙参与奉献。所以即个真重要。像咱即份招募早转去，你若袂晓用，我相信你的囡仔、你的孙仔拢会晓用。可能即个囡仔国小就会晓用拢足够的。咱若比较含慢，那就足老开的所以。这特别的报告请咱大家来共同协力，互教会事工会当更加好势。咱只是要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甲报告。大家平安。今仔原本的是牛牧师讲道吼，因为伊感冒，所以无声，袂当唱歌，袂当亲像我安尼唱歌吼。所以所以我昨临时写讲道篇吼，来介绍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这有一位汪雅英，好，歹势，汪雅英小姐，好，荣幸教会，好，欢迎。还有素慧，于素慧，好，来讲讲。还有林慧美长老甲高伯伦长老伫咱的中间，因全家吼，好，大家好。还有陈淑婉律师，对澳洲好，等下好。还有肖硕伟先生，秀一下哈，好。欢迎，有黄喜雄、魏淑霞，好，伫咱的中间哈，欢迎，请坐，好，有魏怡文小姐，魏怡文，应该伫外口哈，有咱头前今日来参与咱的敬拜的这个老师哈。请这新的朋友等下当去到咱的贵宾席哈，咱的爱王的同工会做进一步的交代。好，拄则迄个所长了有做真清楚咱的迄个直播的说明哈。但是咱若时间上会使，有哪爱来教会礼拜哈，毋通讲后礼拜大家拢伫厝里看直播哈。好，咱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疼痛下面来亲近你。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阮中间有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得到你的帮助。求你赏赐福源的气力，互阮因为你的疼下面，会当超越过人生的艰苦，超越过阮身体的艰苦，超越过阮拄到的困难。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也互阮离开礼拜堂了，会当用阮的性命来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要请咱起立来上演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起立。Amen.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他，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且坐，密岛社温，强受初刻。